谢谢谢谢。谁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除了诶，算係熟悉已久嘅後生朋友，如果市民吼，伊屯幾道兩物，如果有關係，音樂家、文學家、沙草、沙韻，真吃，旅遊哦，嗰市民嘅人，故作今日友誼來打嘴鼓，分享經驗。謝謝。有這樣都，我感覺我哋呢緣分咩個市民，我特別會讀到嘅從校。各個領域都有呢。係啊。嗰次嘅人咯，拄好你用下機會，你可以問個詳細啊。你對萬歲佢是問佢啊，我哋也節目呢都係對嗰種嘅小物，對有充有意義嘅東西來認識。好啊。剛才呢馬上路現場，我哋呢小助理幫我哋看睇啲同經濟有關嘅東西係嘛嘅？感覺一種字。大家來談論下，也個係假使大家對夏威夷嘅粉磚有印象，幾多年前呢？也怕有5年、4年前嘅，我還有印象呢。我家下看到嘅夏威夷嘅粉磚，想講，儂我有安尼嘅。像係迷因梗圖嗰種東西，都有發現，夏威夷粉磚同變啊按後生，你那個路後生你會感覺過奇妙可能真的你就是沒有辦法，一定會跟着念，一定會談論會拖，也個做嘛會哪一種，因為迷因梗圖都係經常開始，你剛剛係小編，我意思就提夏威夷就係天數。做安尼嘅 Facebook 嘅小編安尼啦，因為伊是個2018、19嘅時節，伊是個社群平台，嘛係幾重要嘅宣傳的平台嘛，所以幾多政策啦，會用幾輕鬆嘅方式，本人接受嘅方式去提當個宣傳安尼。所以我睇發現也馬祖屯門，做乜馬祖屯門咯？呢邊伊就呢時就拄好台灣嘅縣總統，啲出現。我印象嗰陣係呢時就郭台銘，伊會出來爭取總統的那個參選提名啦，係。伊就講伊來嘅創業安布條時間馬祖就屯門不講可以出來選總統。對馬祖屯門也西雜事，提16年啦，變成一個風潮安尼啦，他家就開始照樣造句。所以就想講提個時間夏威夷做做嘛嘅咯就想到講馬祖屯門他家好客家話，這跟夏威夷推廣的事情很 match 嘛，所以我就按你發出去沒想到大家就看到剛剛個成績就開始分享了呢。你後來還有做我還有印象，你有做一個樣片嘛？介紹台灣客家。也是很鬧。大家可能會感覺幾似嗎？我剛剛提政府部門最重要的就會講第一咧就係唔所用的素材版權一定是要公開，或者是版權會冇問題。冇問題的版權，因為智慧財產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啦，錯過，因為你做很多嘅梗圖很多樣音都需要很多素材。第二就會講唔做唔得有對唔做唔得有不當的評論啦，不能偏言做唔得攻擊偏言，也講有錯誤的詮釋。我哋睇做一件事情，因為目標係要推廣嘛，要宣傳，要俾人知嘛，所以要用一個正面的方式啦。反正一件事情，一個提點書當個宣傳的事情，就會
只是借用那个风潮去推广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就会顺顿一个潮流，不过我没有去打拼嘅，还要去推广客家。哦，好，也个都係同真實有關嘅影響吼。我哋過來看天氣風東西，看啊也個同影響有關嘅物品，而帶我哋去到乜嘅領域。哇！好爽誒！你底下係乜嘅麼？一個卡帶呢？係，來看，哎呀，準確路係同林神雄有關。神雄，也卡帶，應該20年前，97哦，也係97年呢。1997啦。係1997。啊，沒有，24，我30年咧。你多歲啊？我1989嘅，34歲。哇！所以係啊。哦，呀個係高管樂隊嘅。高管樂隊。愛登就來衝山歌，一個咩係卡帶嘅時期，到後來都菊花夜行軍，菊花夜行軍，一個有唔睇地位錯嘛？菊花夜行軍一種地位有愛，但係一開始唔當我有安尼嘅卡帶，唔凡事都睇彈客家歌哦。哦，一個韓式時節嘛彈嘛係彈安尼嘅華語嘅流行歌嗰度啦，但係。因為我睇面農睇嘛，睇面農讀書，我時節我初一嘅時候我念讀嘅時候，睇念讀中，其實我剛剛神奇係講啊，人生我出世時節其實面農嘅反水庫運動啊，吼，已經行到尾聲嘅啦，吼，已經都尾聲了，但係其實因為面農反水庫一件事情。行出來嘅，不管係神上嘅運動嘅音樂，又係講啊面農嘅沙期嘅行通吼，嗰度後生嘅文青吼，運動青年，回到面農去做一件事情。啊，個都係家下嘅運動歌曲嘛，吼。係，伊時節運動歌曲，伊時節我拿些非常嘅印象嘅深啊，伊先生講啊，一個卡帶啊，吼。明年發一種啊，要買唔醉啊！我以為你啊，我買唔醉啊，講存骨度啦，存骨度就明年小朋友大家拿咗去，哦，其實拿咗去，其實我哋等從提後講拿到一種東西嘛，但係我冇想到啊，真是拿出嚟燙，冇想到啊，一燙，啥講啊，阿喵。一個山歌啊，吼，用剛才過去彈過嘅無相同。哦。一條前個傳統嘅山歌，將安尼個平板一種。後邊咯，係個現代嘅音樂，底部有吉他啊，有 bass， 有一種個現代的編曲的形式。底部寫嘅歌詞嘅內容，雖然可以唔係個啲也個意義啲講嘛嘅東西啦，吼，但係。也個編曲我彈到幾好啊，所以我呀吼，我意思就係貴重嘅卡帶，每一條歌嘅我做得對第一條從到最尾一條，唔是看歌詞，我認為，我馬上衝咯，我就會明日早上條去叫阿茶去學校圖書，差唔多要去20分鐘，去過去拄好前面係 A 面衝起來，下晝變好攰到我卡時間，背面衝起來。哎呦！係我不知提起腳踏車的時間衝啦，洗身的時間嘛你衝啊，好洗身時間8種人就跌啊，媽媽講啊，阿喵一洗年咧用會衝山歌咯，伊就蠻鬼好奇啊呢，就底下我底下躺下個鈴聲，伊時間個內容點嘛鈴聲上萬人，然後就底下也躺下卡帶，伊底下喺學校拿進來啊，有一年就喺學校就跟我先生講啊，後面我洗年咧吼，明日洗身就底下衝山歌，我先生躺到就講啊，後面安尼個後面我們衝兩滴來躺看那是。一衝哎不得了哎！從此開始我的走唱生活，點樣咯？講真實咧，我一時去比賽，有人結婚我貼起來請我去唱歌嘅呢。面農嗰度那個沙期嘅運動啦，我會唱。唱嘅以後呢，有人嘛嘅結婚嘅啦，又係講啊有嘛嘅發通嘅啦，
就很爱去冲凉机安尼啦，啊，会暴风。哎，你迄边愈迄因为冲到个有名，唔能讲菊花夜行军路有摕地方。应该嘛唔免安尼来讲啊，伊是一因为研究菊花夜行军的时节，迄天美浓的迄个颜料改个录音室地方嘛，伊个地方就是太家下，美浓的太家下，俺爱明日去叫查。会见过啊！伊团演迄录音的一段时间啊，明日去过查去过，可能没有，要按照演题的安尼个磨汗安尼啦，磨汗上磨汗下安尼，你做嘛个？俺个等种就去叫查去都没定下来看啦，没看到嘛，就是很多安尼太大哥哥啊、大姐姐啊，吼，啲做嘛个安尼，后来安尼个沈雄燕就有问用到给社会欣赏，因为他个都识啦，就讲啊演题的那个演习有些小朋友哈，来唱歌的来和声啊你啦，合唱哦，哎就。甲董演路的情动，嘿就有爱去，因为爱伊时节冲牙嘅那个米农山下，应该喺关子医院可以走，有一条歌叫米农山下，哎就会用一条歌拿到全国的第一名。哦，就提介绍5年生的时间吧。哦，冲到全国第一名。上到6年的时间还是有去比赛，但是伊时间也开始那个变声了，嘿，声音嗡嗡的，嗰种给阿公的声啊，然后反阿公的声啊，妈讲反阿公的声啊，嘿，所以就一时间成绩就冇很好，但是还是同音的时候，就拿到全国第一名。哦，哇，难怪，因为2年前嘅菊花夜行军15周年有嘅纪念音乐会，然后你看啊，台东农一定人过唱罗宾贤，都们真的係伊哦，送去和声。真正讲啊，嗰度我后尾认识嗰度朋友，唐多我有去冲 TICC 冲菊花夜行军，他们都非常的惊讶，他们觉得啊没有啊唔同咱你金曲奖有，唔跟金曲奖有乜关系咯？而家台上我隔壁就安尼黄子轩嘛，还有 Misa 嘛，两个有去金曲奖登记咧那个音乐演员啊，系啊。哎，就想讲啊，没有，有怎么有一个陌生人吼，企业提边那2篇洞行唔出地方咧咩咧？系啊，可以推荐的和声嗰啲开咧。系啊，佢特别经验啦。啊，其实还有点小故事，觉得有时间。等下，故事太多诶，俺哋唔先试一下茶，聊一下，俺哋个等下继续过来讲。所以俺哋一时间提好高。有组织过几场运动安尼啦，就像讲啊，好高俺哋乖，俺哋就唔乖安尼，俺哋啲做一条运动的时间，研究所甚至比了俺哋停课啊。接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炒料係軍南天意嘅羅金賢，都講到金賢呢嘅喺夏威夷。做小编家哈吼，佮有創意嘅做幾道嘅迷因梗圖，哦，還個會創國嘅哦，吼，所以都唔係種。不過咧，也後生嘅個奇妙吞米濃，吼家鄉，嘅關係個緊密，頭都有講到，伊還有出現喺林森上，吼，高公我對嘅專輯地位，還有也嘅都係。唔假是講到米濃啊，睇下講米濃嘅黃貼機，其實就係個有名嘅地方嘅。嗰種唔可以講沙搓沙飛運通路係，也個一款路係啲，這個歷史也很悠久，對不對？歷史非常悠久。哪年的呀？哦，我聽邊可能呢？係啊，但係看到也 T 恤當紅就米濃嘅元素係當紅嘛，因為它是一個版畫的形式去做嘅啊。一時間，伊喊糖果米濃黃貼機已經變成2年判一刀嘅啦，但係聽下一時間我哋。就係明年有判，伊時間明年有判，啊明年嘅上浮騰安尼嘅法通嘅主題吼都冇相同，係啊，啊其實我韓式嘅時間，我韓介紹佢冇韓，介紹嘅時間，有錯過誒，介紹嘅時間我去參加黃貼機，我就會啲念基文嘅啊，小朋友念基文，因為一個法通嘅設計就是。安尼跟大自然和平共處嘛，所以我哋為了基本講啊，哦，宣誓樣樣啊，喺小朋友去讀啊，所以我韓式就去讀下嘅啊。
各种高中太好嘅时节，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参加安尼个闽南嘅蒙贴机。啊，我哋伫做嘅事情就会，每一年嘅主题都无相同啊。但是像我妈嘅事情有做啊，像去读鲁迅安尼嘅天火处去读起嘅啦，也係講啊貼海報啦。还讲啊，安布条去亚企业宣传讲啊，某个时节会有发通啦，啊有时节还有不用天样的，也系讲啊有某个发通的，就去做交通自费啦，某个有做啊，啊伊时节几好的经验就会讲啊，几多后生的提杯向下做一件事情啊，大部分都是闽南的后生的，啊，差不多像安尼嘅年纪都后生嘅，如果过去，因为我几多年前面有去采访，啊，一听爱去个地头蛇，如系爱向向经费嘛，你刚下面提嘅做职工错嘛，寒暑嘅时节，寒暑嘅时节贴做职工，后背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天数系。伊是各种有咧计划啦，反正係去伫咧打工啦。啊，所以伊有經驗，像太學一年生嘅暑假，弟弟杯參與的比較深，就弟弟杯夠深入啊。也做嘅事情，包括一時間還有去做田野調查一條東西。哦，唔過唔太好嘅時間係做志工呢。啊，唔要到研究所去偷青苔嘅沙飛好，如感覺到亞地段好像有出了什麼事，對不對？我印象到嘅。專門睇啦。係啊。因為其實像我哋一批後生嘅啊，都一直都上下嘅後生嘅大部分都安尼啦，就是講啊，去結識各種嘅時節嘅功課啊，學業會變比較專門現啊，啊，到高中可能做得考到伊咧，大家都希望出去讀，所以高中嘅時節就出去讀書嘅。啊，出去讀書以後，其實我一次唔啲即家愛嘛嘅，係啊，所以一時節就明年就喺打球嘅，我打天通啊。太好嘅時節。高中嘅時節，以至於講啊，太好就凊彩讀伊咧字眼就去讀嘅安尼。係，但係一時節其實係非常嘅。感覺很空虛啦，跟迷惘啊！最期待的就係寒暑假時幾到闽南去跟闽南嘅朋友共下去做一些事情安尼。哦。再加上伊咧，我一時節太好啊吼，畢業喺冇去讀研究所嘅話，我就會做海軍陸戰隊嘅。因為闽南一按到年闽南腔一記，安尼嘅海軍陸戰隊就本來出道。哦。所以冇啦，也係一個小借口啦。但係其實真是去面講啊，即個都帶愛買嘅東西，就係去闽南參加一條發通以後，啊就去申請安尼個，一時間有一個國科會的大專生研究計劃，就專門本太學生去做研究嘅國科會的計劃，也有錢。啊，會本我會完成一些任務安尼，啊，一時間就去做闽南，還有闽南嘅田野調查，所以一時間做嘅嗰度事情，啊，後邊就想講啊，我哋就一面講啊，我關心嘅事情都帶去學術地位啊，吼，係來開安尼啦，後邊我要面到講啊，可能同安尼嘅人類學，也係講啊社會學吼。較有相關，所以一時間我就去報名嘅前台嘅沙飛所，結果就有上安尼啦，我就去讀嘅。哦，迄個就佇講到前台嘅人類學、沙飛學，如果佇嗰度沙運家嘅人，如係對接出來，惡名昭彰。我說人家睇好高考試，就係書到也按到嘅熏陶錯嘛。其實我嘛，要講啊，人生真是咁樣神奇。我一屆其實。人類學同沙飛學有啲學校係非常注重一個協同啊，協同嘅嘛講，唔太好係咪讀一個相關嘅，係咪讀一科嘅啦，係。但係我依家去報安尼個前台嘅沙飛學研究所，安尼同學啊嗬，除了安尼個有本科嘅學生嘅以外，
差不多有1/3到2/3是无相同的课来读的，就讲个也相同，嘛有资管的，啊嘛有读经济的，吼，无相同的人啊，吼，都也个沙飞所落穷下，吼，啊就精彩。滚老年嘞，因为他家名有托姆斯，你嘛，所以一些马克思图尔干，他家托姆斯，所以他家就会穷下托，然后就提前台沙飞所读书穷下托，明年安不条读书啊，托姆斯咧就穷下研究安尼，啊读机诶就提安尼个研究室做东西室，哦啊。考试考咧，就提研究室穷下啉酒冲果诶，安尼。哦，就会真紧上课下课路路穷下。然后好像没搞很多运动。安尼就去先安尼个学生组织啦，哦，学生组织意思安尼有去先，啊先到，啊等学校有几多事情咧沟通，啊有时间是学校同安尼个学生诶，看事情的角度无相同，学校的角度希望讲啊学生诶就乖乖读书。啊，學生嘅就講啊，人哋咧做得乖乖，人哋要人強，人哋要人強嘅學生嘅啊，人哋要人哋強力，所以嗰度事情就會有衝突啦。哎，公司才意思就人哋嘅講，學生嗰種教條樣嘅啊，咱們佢很衝動啊，嗰度事情會起衝突，所以人哋意思就提學校。有組織過幾場運動安尼啦，就像講啊，學校人哋乖，人哋就唔乖安尼，啲人哋啲做一條運動嘅時間，研究所甚至為了人哋停課啊。其實先生佢支持人哋去做一條事情。唔過唔做迄個認真嚟學啊，佢唔一本書係研究所時期寫嘅。一本書唔免愛寫，唔免愛即刻寫嘅啦。共同作者，所以安尼時節提青苔沙飛所，安尼伊攏前都是大概的看法，伊是做研究，喺人哋講啦，沙飛所伊時節提圖書，佢難得就會講啊，提學校以外行沙運以外吼，安尼伊時節有啲機會到安尼嘅園林嘅。安尼個麥寮，吼，麥寮最有名嘅就係安尼個隔壁有啲飛蟲台嘅六輕的安尼太工廠嘛，吼，所以安尼意思就因為想講上第一線去觀察地方沙飛面對到一個大型嘅工業，會有乜嘅影響安尼，安尼意思就安尼就向下去安尼個園林吼。寒暑假時節去園林做田野調查，差不多2013、2014年的時候開始做，啊10年以後也有一個成果安尼啦，就會講啊，有一些階段性的理解同研究的成果，安尼有出版一本書，啊，總來說喺青苔沙飛所一下還是有欣賞延續吼。繼續睇追蹤啊，甚至同在地嘅麥寮高中嘅學生誒，向下組織工作坊啊，就讓這件事情的規模變得更大。係啊，所以感覺唔做嘛嘅事情就會有一個喜好嘅，冇一定嘅結束咧，不過都會有一個成果。出來哈，如果有一個里程碑，你做啊個認證，雖然講高中路睇打球嘅，不過到後來感覺有天天的潛到唔想去做嘅事情哈。咁我哋聊一下，等下呢見曉我帶大家去到一個家鄉美濃，啊我哋看下嚟個多種嚟繼續打招呼。好，我哋啲美濃睇下吼，跟北宮係非常嘅親啦。嗰多事情唔敢跟爸爸媽媽講，但係我可以跟北宮講啊。我咪擺古來面咯，我爸爸媽媽都大做都天空寫條就空起來摘菜本我帶去台北。我結婚因為今日來去驗公務對結婚啊吼，公務搶條吧，你講我聽古來。攀作啦，係嘛？我就登記以後，我去台北搶人客，
但係我嘅安尼嘅婚紗照，我鼓勵特別鼓勵面容翕。我睇下翕婚紗照翕下到安尼嘅中暑。翕安尼嘅婚紗照嘅時節，因為我希望講啊，有安尼嘅紀念嘅價值啦。 所以就拜託我嘅安尼嘅沙洋時光啊，我想要睇下翕，所以我哋呢時節就睇天橋，安尼嘅行下到天橋啲度，啊沙洋時對嘅撲啊過來，所以看下去就會安尼嘅山一粒圓圓嘅山啊，下邊有咧白光安尼，可能就嗰啲影響。 也個從那個小動妹啦、小妹妹，也個慢妹看住啲啊，係客面容嘅客家人按啲名嘅。中國啊，好多人第三腳下看到那個牛肉呢，有冇？牛肉就龍眼嘛。牛肉呢，我寒暑時節喺安尼個起腳茶經過嘅時節，我就會標起來摘。 牛肉呢，就這樣拿來食，咱們泰啲會聽過好食。咁我就會去摘人的木瓜，啊，也係講啊，我有帆船、土帆船，我哋時節都會打帆船。然後呢，寒暑就提下高水。夏天有沒有？就是因為會下雨，它下雨它水就會濁。像冬天的時候啊，它水如果好幾天沒下雨或冬天的時候，它水是非常清澈。以前我們那個提下台中。 西神的西了，就來那邊買菜啊。我覺得美濃哈是一個會讓人有鄉愁的地方，就是除了我爸爸媽媽喊喺你底下以外哈，應該講我人生都一下最好嘅經驗都係喺美濃發生嘅。 哦，所以你看像我哋偷偷帶你去看咧水圳啊、山啊、人啊，也係講啊天橋啦。其實我寒暑就睇安尼個環境，安尼睇啊，間嘢嘅東西好食，所以一條經驗對我到落去讀書，也係講啊是條路都真有幫助啦。也係本來也個人。 跟偏人冇相同嘅地方，就係喺農村睇嘅經驗，本來幾多養分。唔去喺都市方唔去搞水廠做嚟去游泳池，你有可能喺水圳方搞水咯，知冇？係啊，所以喺美濃生活對我嚟講係一個幾好嘅事情啊。 現在做客慢人來了，好多大家看到見現，帶觀眾朋友帶大家去到唔嘅家鄉美濃吼，我帶拜去美濃，如果講我雖然我生長嘅聯絡咩係客家莊，不過美濃如果係本人感覺佢冇同樣嘅地方，係啊，好多要帶大家去到北宮下，結果有人一啲冇聽嘅人同北宮下。 出家睇嘅呢，樹紅呢，嘅刺青係土地公廟。係啊，其實我一次想要插絲啦，而且嘛嘅我唔知啊。其實去年有一段時間，我對我嘅人生啊，嗬，個迷惘啊，就是想講啊，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替我30歲時間有一個記錄啊呢。所以一時間我就想講啊。 因為我非常希望做得歸去南部生活，也係講歸去有事情好做，有事業好發展安尼。所以我就聽我蘇紅切嘅，伊個安尼偷偷我安尼個 VCR 看到嘅白宮啊，就係安尼三腳下白宮，我明白歸去美濃嘅時節，就會先去甲伊創業，甲伊講誒。 按照亞嘅時間發生乜事情？這不就是煙頭一把吸的歌詞嗎？哦，拜託白宮，係啊，係啊。哇，哦，你到尾歸去如果先去創業？
规创业啊，跟北公感谢讲啊，感谢伊保佑安尼有卡平安啊，感谢爱提老辈成发也做买顺利安尼。哇，规路卡以前先去北公下报道。嘿，啊双腿白的时间嘛，先去甲伊讲下哦，双腿白安尼。哦，侬冇有安尼习惯喏？其实北公跟爱能提面容台也好，跟北公迄非常的亲呐。佢做事情唔敢跟爸爸妈妈讲，但係會去跟北公講啊，係啊。哈，所以真的是丫头一百西啊那个歌词呢？係啊。那講誰來誰會有長哦？我覺得好像很男生就是比較那種唔敢講嘅事情，喏，真經同念神上用。他教會請北公尋求一個慰藉啦。媽咪講啊，誰來誰冇？我這講呀，誰來分手的時間，伊媽去走去北公下叫啊，唔會跳下叫。我現在在那邊講他的秘密。哇，所以真的北公下係對你很重要的一個寄託。嘅迷惘係主要係對事業方嘅。想做嘅事情幾多啦，但係唔知應用係幾好。我剛剛可能咧後生嘅提下嘅時代，後生嘅大部分都會有一種迷惘啊，因為從一下後生嘅，唔去做工程師，唔去做乜嘅，好，你看，就係我哋會面對到現代社會嘅一種趨勢啊，但係我睇美農、睇農村生活，他嘅其實有時間我咪會有其他嘅想法啊，我嘅想法冇簡單會本。也主流社會接受，也講幫我爸爸媽媽接受，所以我一定要請中間找一個平衡，係啊，簡單嚟講係一種迷惘、煩惱。唔多講唔該想愛歸去高雄歸去美濃生活，而且嗰度部分都係像佢講係同家鄉嗰有關嘛，同家鄉嘅人事物、情感嗰有關咧。睇美濃啊，吼，其實睇鄉下，做乜講感知能力會變鬼好嘅原因，佢講啊。睇美農唔會談到幾多，明年其實會談到幾多事情。但一下我能接觸對書記講看到事情冇相同哦。明年睇美農睇鄉下啦吼，接觸到嘅事情都係偏人講本堂嘅。哦，從大家下嘅阿友姑嘅事情係媽媽甲講嘅啦。哦。啊，真是有一個人啊。係啊嘛，真是伊去叫查衝查路對。其他都園林也係家己本人發現追過來，也係真實的事情。永哈路嗰度傳奇人物，有嗰度每一個莊都有傳奇人物。沒錯，有啊，你安那個上下有這麼多一種故事嘛？啊，他講安布條閒時都很無聊的時間，就會提打追鼓，就講一條事情。所以其實他講提講一條事情的時間非常生動。啊，我提隔壁我堂東啊，就講什麼？哦，也就係我哋客種嘅故事啊，就係無嘛嘅故事，叫做客家故事。喺客家發生、客種發生嘅事情，就係客種嘅故事。係，所以我喺講樣係呢，啊，所以一時間我就跟媽媽講嘅，安尼阿友姑伊發生過嘅事情寫出來。啊，當然底部有故事情節，我有做安排，但係70%到80%係真實嘅。啊，冇面到我寫的，就像我寫昆老師嘛，叫我寫的就得到第一名，係啊，就跟我媽媽講啊，安尼獎金啊，要分一些呢，唔係貢獻。貢獻啊咧，迄咩媽媽就嗰個講故事。剛剛媽媽表演成分蠻重的，表演的那個天分，天分不錯，被埋沒了。以前為我媽媽佢好夾啊，佢好夾。伊再冇聽過，唔係聽講聲語呢，每天講嘛就聽講偏人家事情，啊講啊慢人樣，所以明日過去安尼個我都冇時間安尼背書記嘅，我都睇媽啲 update，也差時間面農發生嘅事情。哦，伊如果本嗰度題材呢吼，講出來嘅事情入邊，我就底下講啊，其實第一篇成班農村啊吼。唔係講啊，鄉下唔係幾無聊，係幾好搞嘅地方。哦，係，唔過也嗰度後生嘅會講回去家鄉。係啊，因為嘅人情壓力是咪幾大呢？係啊。先前有想過也件事情。啊，有冇啊？一定有啊！我媽媽其實我媽媽一直很希望
留啊天面咯，去考公务人员、考警察咧，啊么就会去做职业军人。但係有3條路都係唔想行嘅。我以前喺青島有一條路係伊做咧接書，啊，我規個去嘅生活嘅方式。難怪會迷惘到而去嘗試，感覺很難。哦，剛剛試一下查嘅，等下佢繼續嚟講。啊，等下還有嘅哦，今日本來說伊感覺過有意義嘅料理哦。哦，係啊。先是咋？啊，就包安尼鹽嚟做啊。因為閩南以前嗰度人種鹽的嘛，啊種鹽的相同係一個高度密集勞動的一個安尼產業。接來做客萬人來了，也個部分係愛請其他的吼，因為唐講經驗個要做哦，加今日呢又帶來伊感覺對於有特別的意義嘅料理，吼，安尼路唱。小助理問本案咧，看下生係乜嘅，應該係客家菜吼。哦，哇哦，謝謝，一係高麗菜，高麗菜飯，係。哦，你自家做嘅？我自家做嘅，豬肉自家煸嘅，蒜頭自家烤嘅。哇，剛啱來試看啊！爽看啊，是爽看。嗯。沒啥啦。好吃的哦。有黏米哦，哎，好吃呢。哎，有拍飯的發覺夠好，就是你食都拿來攪飯。哎呀，哇，很好吃哎。剛做馬會先椰菜菜，椰菜菜挺美濃的時節啦哈，他講磨汗，爸爸媽媽磨汗的時節，就會問高麗菜辦的事，因為高麗菜。啲面農嗰度人種嘛，啊有啲時節高麗菜安尼嘅喺出嗰度嘅時節，他家就會拿嚟縫嘅事，所以一個高麗菜縫啊吼，所以我韓式就等從式嘅一項菜啦。啊，到台北以後，因為嘛會自家煮嘅事，啊有啲時節，有啲時節冇可能講啊，每一場要煮新嘅菜，所以我有時會燜一些菜起來，放喺冰箱底邊。所以像高麗菜飯啊吼，天倫豬肉向下燜了以後做咧適量上層沒問題啊。啊燜了以後相同幾好食。哦，就像嘅日本人會做嘅咖喱。好，如1禮拜可以食1禮拜。係啊。哦。下班的時候幾多有卡，怎麼？飯燒。啊，一個菜燜咧淋下去就一層就是又好食又營養，又青菜又有肉。係啊，又有鹹。那以前係咪唔多有講以前6個時節講過年咧，以前係小菜嘅哦。係啊，高麗菜飯啊吼，唔係講啊過年啊，就以前那個他家啲田丘地不啲磨汗嘛吼，他一大早就出去磨汗，啊當初過來食飯食咧，下晝要去做事嘛，冇乜嘅時間好煮菜啦，所以講啊早晨調嘅時節啦吼，就會拿那個木嘅啊吼，啊帶下去用那個炸味，因為驚啊那個伊出好爛嘛，啊用炸味，用冬瓜，用高麗菜，啊看下我用那個三層醬，又係講啊我用雞肉、鴨肉又做得，全部那個米酒啦、蒜頭啦、調油水，吼全部倒下去做一鑊熟。所以燒嘅時節，燒起嘅時節就地本燜嘛，燜咧就會有黏味。啊，當初過來不用講誒，打開佢，啊有飯，啊幫人哋搶菜，有菜又有肉，安尼就做一餐咧。真係好食咯！啊，我有發落，因為我哋咩係連油，我有發落一個 IG，而家 IG 仲可以錄喺做食的呢，可以落過嚟開抹嘅滷油呢。那個韓式時節啊，生意嘅發育。過來就個妒忌啊！我一天總統意思，我唔得講啊，等從生當當，你是一些有飯啊、麵啊，有乜東西嘛。所以韓式我就個怎麼滅晒啊？哦，佢細路佢是這樣會做。啊，他也以後就會那個資本有卡生嘛，因為他人啥磨汗嘛。哦。資本他人啥事啊？到
出来读书以后，太空研究所就变成主本土学生。还有主本土学生。系啊，像伫读书的时间，我等从伫那个走廊方，伫焖煮肉、煮咖喱啊、煮汤。这好料。系啊。哦。啊，他家就会那个我就会公害吧。我就会伫走廊方吼，焖煮肉。啊，上来细末的，一下变做爱食的安尼啦。哇！因为我介意要抢课的，伊迄读安尼个语言学的啊，语言学，我读沙菲方嘛。啊，研究室听爱隔壁，我就等从焖煮肉焖啊，真蛮香。啊，伊韩国人看啦，伊讲莫咧试试无安尼，啊其他人无，伊讲我试试无安尼。安尼还可以嘅哦，学剧社妹。安尼剧社妹。还有成功哦，安尼。我即家就平常时下班以后，因为吃老杯嘛，吃啊真蛮味啦。老杯因为东西欧洲啊抢唔掂嘛，有时过油过咸，就过唔好，所以古来就即家焖到油菜，也係講啊，媽媽頂從對面農機搶菜來安尼個特別本來還有炒飯條，哦，還有乜東西，我就總係簡單條卡安尼食，都剛剛比提老闆食個好安尼啦。唔會變做一個美食 IG。網紅，嗰種行係食係推坑咧，係咪？係啊，因為我頂從幾好煮嘛，我煮嘅時陣，我食就是特別飲食，講新馬搭對咯，上次當然會食迄啦。就講啊，無啊，明日啲看，明日啲那個背書記嘅看那個書記嘅地位短影音，佢當然就煮嘅無看起來按好食安尼啊。伊就講啊，無買幾安尼個腳架本安尼好無？啊，個就講哦好嘛，就買腳架，即係買就開始那個六愛做嘅果醬安尼啦，誒。我看到唔做就會感覺其實有看起來又簡單，我又感覺有而家專業睇地位咧吼。唔係自家去研究要用嚟做，然後我去尋食譜啊嘛嘅嘢。我其實大部分都有一個概念啦，將買東西要攞買嘅，哦。因為唔吃這就可以試煮。係啊，嗱媽媽就講啊，佢簡單嘅觀念嘛，從肉起啊，嗬，一定要有鹹。肉起要有鹹啊。安尼個雞春啊，嗬，唔食鹽啦。所以唔煎雞春，而煮雞春很重的，不用太多鹽，因為雞春唔食鹽，唔不用少鹽就剛好咁埋鹹。肉類嘅話，你就會有鹹，因為有香味，炒青菜嘛係青菜唔食鹽，所以媽唔種就不用太多鹽。所以幾個簡單嘅觀念，閒些時間就培養起來。所以媽嘅菜做咧攞媽嘅，媽嘅菜用嘅調味，它有時都有概念啦。係啊。咁唔正好煮嘅係乜嘅？你嘅拿手菜係乜嘅？我拿手菜哦，像我朋友來時間，迄一段年來我就會煮，我就會煲粥啊，我就會煲安尼個。安尼鹽嚟做啊，因為闽南以前嗰多人種鹽嚟嘛，種鹽嚟相同係一個高度密集勞動的一個安尼產業，所以他家摘鹽嚟摘嘅，我都叫是點心嘛，所以他家規下都可能今明年迄摘萬年嘅鹽嚟，就會多一年嘅貨房地步去整理鹽嚟嘛，摘過來要整理以前哦，一戶人家為了表示心意，就會準備一大鍋嘅安尼個粥。鹹粥，比如我哋以前本他家，吼，食點心食飽了，樣做嚟繼續做些。啊，一時間咯，我生意咧嘛變好，規下都有卡位。生意就停落去下食，吼，安尼個鹹粥就真蠻簡單啦，就係豬肉、三層醬嘛，啊，去煸安尼個用嘅嘛，啊，煸嘅以後咯，煲粥煮嘅。煮的最面再落安尼個黃個安尼鯽魚罐頭，下去表是酸的下去，食的時間咯，第一是米酒同安尼個調油，有時來咧表是豆瓣醬。以前安尼韓式時間，煮食點心就係一種東西啊。我冇食過安尼嘅鹹粥呢，非常好食。所以它有專有名稱吼，很多鹽嚟做，唔能讓安尼煮因為安尼冇用鹽度。其實。鹽咧做迄後輩人去講的啦，伊時間就講是點心嘛，今日點心有時間因為老闆買，無就會
这家嘢就步骤嘛，煮步骤的话最简单啦，就安尼个翻，安尼全部面全部挑起煮成太饱安尼，大概就是。我讲能变个料团配，嗰种配味都唔系安尼嘅，好配的地方就唔系安尼。配的地方。煮起来如果个铁配。系啊，经典元素就会讲啊，安尼个用的嘛，而且金菇啊切条啊猪肉要有油上层酱，来煸葱条，煸个以后呢。你水同面生米，我是用生米，也係講下飯嘛做得啦，調下去向下燜啊，差不多燜20分鐘以後呢，我就落安尼金魚罐頭下去。啊，我發現哦，其實一條東西啊，吼，就係闽南人啲跟阿公婆嘅東西。哦，用嘅豬肉啊，安尼個金魚罐頭，全部有係安尼個生理啊，安尼講啊，跟阿公婆嘅生理，係啊。就像俺那個炒肉嘅，好，人講客家小炒，啊，北部講炒肉，俺哋南部如果講炒肉嘅，因俺哋個主要嘅跟阿公婆嘅用嘅安尼，好，如果個菜地嘅食材安尼，俺哋頭都睇下有哪個指標係寫嘅料理冇？唔講嘅，我感覺嗰種嘅故意吃做困難嘅。哦，一個簡單，有點有被你推廣到，非常好吃。好，我朋友來，我有卡有時來。旗下嘅安尼5、6個人，我做5、6個人嘅菜啊吼，像安尼一台做煮，你就兩個組頭嘅，我要煮咯，我就煲一台煲嘅做，啊一下是一些就飽嘅呢，啊煲粥最有特色咧就係我講啊，就係調班安尼韓式時間就是多嘅人雜人嚟做，就人嚟點心安尼。哦，咁肯定辦嘅。做的實況是哦，實況啦。MD 因為我做用大部分人嚟講，線上教學。哦，好啊。呢種感謝呢，今日感謝今日分享很多嘅故事。冇啦，費事啦。剛頭都講本來去年呢有迷惘，現在有比較不迷惘了嗎？現在沒時間迷惘，因為我生意呢，他真係出世，我嘅生發嘅那個。重心應該也今年多一啲係生意嘅生活，係啊。有人可以哋去無限嘅嘢。係啊，你啱補條彈光冇水唔做，我起來泡牛奶。咁恭喜你邁入下一個階段。謝謝，感謝啦。多謝經驗，剛剛繼續識到，誒真係幾好聲呢。誒，我識起嚟哦，係啊，從邊門咧？每個用心門嘅啊，係啊。多謝。你剛有畫圈嗎？沒有。我剛剛一直疑惑，你剛剛有畫嗎？還是那是上一趴？整個已經。